琴晚屋企食剩嗰大半碗白飯，今日係咪又打算攞嚟炒飯或者擺入微波爐叮熱當一餐？望住嗰碗飯食有驚有道，倒又覺得塞，但準備食落口嗰刻，腦海有浮現網上瘋傳嘅文章，話隔夜飯反而會致癌，食得多會生 cancer。今日小楊同大家拆解呢個飲食迷思，內心睇完呢條片，爆你豁然開朗，放低心頭大石。首先要了解基本概念，到底乜嘢叫做隔夜餸？唔係話過咗凌晨12點或者擺到第二朝太陽升起先有資格叫隔夜餸。現代醫學同食品安全標準下定義隔夜餸，從來唔係睇天黑未，而係睇時間。講得準確的，只要一碟煮熟咗嘅嘢食擺咗大約8個鐘以上，就已經正式歸入隔夜餸嘅危險類別。點解用8個鐘做死線？因為嘢食煮熟之後，暴露喺室溫環境就已經開始變質倒數，口感變差，營養水分流失，而最致命係空氣中無處不在嘅細菌同微生物已經喺你碟餸入面瘋狂繁殖。所以從保障腸胃健康同生命安全角度出發，將擺咗超過8個鐘嘅嘢食統稱為隔夜餸，係科學而且必須嘅標準。明白咗乜嘢叫隔夜餸之後，好多人即刻問，係咪代表隔夜餸一定有毒，一定食唔到，全部要當垃圾掉？答案絕對唔係。隔夜餸到底可唔可以安全食落肚？關鍵從來唔係擺咗幾耐，而係點樣保存同食之前點樣翻熱。保存手法正確，翻熱過程夠徹底，隔夜餸一樣可以係安全又好食嘅靚餸。白飯二次翻熱係咪真係會致癌？小楊可以用非常肯定嘅語氣答你，答案係絕對唔會。呢個係徹頭徹尾嘅科學謬誤。首先用理性醫學角度了解癌症點樣形成。癌症從來唔係電影橋段咁，食一啖有毒嘢第二日就生個瘤出嚟。癌症係極度複雜嘅過程，由家族遺傳基因、長年不良生活習慣、環境污染、長期接觸強烈致癌物質等等，經過10年甚至幾十年時間，慢慢喺身體入面積累出嚟嘅結果，絕對唔係一朝一夕形成，更冇可能因為彈入普通食物嘅翻熱動作，直接導致一口咬定白飯二次翻熱就會生 cancer。科學邏輯上完全企唔住腳。其次要明白白飯擺放過程發生緊嘅事。白飯室溫下擺放，尤其又熱又濕嘅天氣，的確非常容易滋生細菌。但細菌有分好多種，白飯入面生長嘅細菌並唔等同於致癌物質。白飯最容易惹嚟嘅惡霸細菌叫仙人掌桿菌，煮飯嘅高溫殺唔死佢哋嘅孢子，當飯攤凍處於溫暖潮濕室溫，呢班恐怖分子就會急速蘇醒，瘋狂釋放出極度繁殖強烈嘅毒素。就算之後再擺入微波爐叮熱或者攞猛火炒，高溫都冇辦法破壞呢啲毒素結構。所以好多人食咗處理得唔好嘅隔夜炒飯之後，會出現嚴重食物中毒症狀，肚絞痛、嘔吐、腹瀉，甚至要叫白車入急症室。醫學界幫呢個現象起名叫做炒飯綜合症。但大家要注意，食物中毒同致癌係兩件完全唔同嘅事。仙人掌桿菌產生嘅毒素會搞到急性腸胃炎，但唔會改變細胞基因，令你生 cancer。就算退一萬步講，白飯變質真係產生極微量不明有害物質，含量往往低到可以忽略不計，根本唔足以對人體造成直接致癌威脅。聽到呢度可能會鬆一口氣，覺得既然唔會致癌，以後就可以放心大膽肆無忌憚食隔夜飯。千祈唔好咁諗，雖然唔會致癌，但細菌滋生引發嘅急性食物中毒一樣可以攞你命。而且嘢食擺得耐，口感變乾變硬，維他命同礦物質流失得七七八八。處理隔夜餸飯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一定要嚴格遵守正確保存同翻熱方法。點解坊間會傳出白飯翻熱致癌呢啲嚇人謠言？其實往往基於一極端個案，或者完全未經嚴謹科學證實嘅初期研究結果，被人斷章取義，再添油加醋，缺乏最基本科學性同普遍性，根本冇資格作為判斷食物安全性嘅依據。雖然白飯翻熱冇問題，但仲有4大黑名單食物，千祈唔可以二次翻熱。小楊強烈建議為健康寧願到咗都唔好留到第2日食。第1大黑名單：菇菌類食物。大家打邊爐最中意買金菇、鮮冬菇、
就真菇或者阿媽煮餸加木耳炒肉絲，菇菌類新鮮，食有營養又好食，但一變隔夜餸就變隱形殺手。菇菌類生長過程吸收好多環境入面嘅硝酸鹽，煮熟留到第二日再翻熱，加埋細菌分解作用，硝酸鹽大量轉化成亞硝酸鹽。為慳少少錢，長期食翻熱菇菌類，將致癌物質日積月累送入身體，患胃癌、腸癌或食道癌風險直線飆升。菇菌類結構似海綿，有好多落液，容易吸收隱藏污糟嘢。唯一正確做法係即煮即食，食幾多煮幾多，絕對唔好留下一餐。第二大黑名單，海鮮類食物：清蒸大海斑、白灼蝦、避風塘、炒蟹、蒜蓉蒸扇貝。呢啲富含優質蛋白質嘅海鮮係飲食文化爭取，但海鮮極度嬌貴，且非常容易腐壞。海鮮蛋白質煮熟擺得耐，再經二次翻熱摧殘，會發生嚴重降解反應，產生嘅降解物對人體百害無一利。食落肚之後，負責排毒過濾嘅肝臟同腎臟要即刻瘋狂開嘢，班超負荷運作幫你清理毒素垃圾。後生可能冇感覺，但長期加重肝腎負擔會慢慢造成不可逆轉損傷。蝦蟹貝殼類有殼海鮮本身難徹底洗乾淨，容易藏致病菌，翻熱溫度唔夠，隨時惹大麻煩。食海鮮最高境界亦最安全守則，買新鮮即煮即食完，控制好份量，食幾多買幾多，從源頭杜絕浪費同二次翻熱機會。第三大黑名單，街市或燒味鋪散裝滷味同熟食。放工斬料加餸，買半斤叉燒、一隻油雞、一盒滷水鵝片，聞落好香，但危險隱藏喺製作同售賣環境。燒味鋪的肉掛晒出嚟冇遮冇擋，全日受唔同溫度考驗，師傅打刀同砧板由潮斬到慢，已經成為細菌溫床。散裝熟食本身極度容易受環境病菌交叉污染，而且為令滷味賣上領擺得耐，加工過程無可避免添加食用色素、防腐劑或其他化學添加劑，將呢啲布滿細菌遺跡同化學物質嘅熟食帶返屋企，食唔晒擺書櫃，第二日再高溫翻熱，過程會令潛伏細菌因溫度變化大量爆發。滷味翻熱之後，可能令添加劑產生不良化學變化，釋放更多有害物質，肉質變乾變鞋，鮮味全失。真係想食滷味燒味，忍住貪心，想食幾多買幾多，唔好諗住買大份的分兩日食。第四大黑名單，綠葉蔬菜。現代農業為令菜大得快大波的，無可避免使用大量含氮化學肥料，被植物吸收後喺菜葉入面轉化成硝酸鹽。新鮮蔬菜硝酸鹽安全，但煮熟破壞細胞壁之後，再擺室溫或雪櫃，隨住時間推移，蔬菜入面硝酸鹽大量轉化為亞硝酸鹽，而且綠葉蔬菜產生亞硝酸鹽速度同數量遠遠超過其他食物，菠菜同芹菜更加係最危險極品。為健康食菜，反而增加患癌風險，絕對得不償失。蔬菜最寶貴嘅維他命 C 同抗氧化物質，第一次煮已經流失一半，第二日再翻熱，營養價值歸零，剩低難以消化嘅粗糙纖維同毒素。真係要帶飯或保存蔬菜，建議揀瓜果類或根莖類，例如節瓜、南瓜、番茄、蘿蔔，本身硝酸鹽含量極低，翻熱相對安全好多。如果真係有煮好綠葉菜未食過，又想保存，一定要喺未沾到口水細菌之前，即刻用保鮮紙完全密封好，擺入雪櫃冷藏，但始終少食為妙。除咗以上四大黑名單，仲有高蛋白質食物，例如豆製品、豆腐、豆漿或者奶製品，都唔適合二次翻熱，因為翻熱過程蛋白質容易變性，營養結構被破壞，食咗吸收唔到營養，仲容易變質搞到肚屙。處理隔夜剩飯一定要抹亮雙眼，根據食物種類同化學特性決定留定唔留。平時煮飯好難，餐餐清得乾淨。對於安全可以留低嘅隔夜餸飯，例如滿豬肉、白飯、瓜類，到底要點樣處理先確保第二日食得安全放心？大家快啲記低以下兩大保命絕招。第一大絕招，保存一定要快狠準。既然知道嘢食擺室溫一段時間會變細菌溫床，對策就係同時間鬥快。好多老人家有個極度危險嘅錯誤傳統觀念，覺得飯餸啱啱煮好熱辣辣即刻擺入雪櫃，會整壞雪櫃，或者的餸會熱脹冷縮變縮。呢個講法喺物理學同細菌學面前荒謬絕倫。
記住一個科學概念，叫危險溫度帶，即攝氏4度到60度之間，只要嘢食溫度跌入呢個區間，細菌就會以幾何級數瘋狂繁殖。特別夏天室溫隨時超過30度，完全係細菌天堂。正確做法係食完飯或者見到碟餸唔再出煙，手摸碟底唔燙手微暖嘅時候，就應該即刻行動，將嘢食裝入乾淨保鮮盒或用保鮮紙包到實一實阻住空氣，然後毫不猶豫第一時間擺入雪櫃冷。千祈唔藏好將嘢食喺室溫擺超過2個鐘，夏天更加唔好超過1個鐘。寧願俾多滴電費或換部勁雪櫃，都唔好攞自己一家大細腸胃開玩笑。除咗要快，雪櫃內部管理極度重要。保鮮格溫度最好長期保持攝氏4度左右，仲有唔好將雪櫃當做迷你倉塞到爆。好多家庭雪櫃打開的嘢多到隨時跌出嚟，塞得太密太逼，冷空氣冇辦法循環流動，結果雪櫃有的位夠凍，有的位唔夠凍。你以為隔夜餸擺入雪櫃好安全，其實喺唔夠凍嘅角落頭慢慢變壞。俾雪櫃的嘢食留返一定空間，等冷氣穿梭自如，先係最好保存方法。生熟食物一定要分開層數擺放，熟食擺上層，生肉擺下層，就唔怕生肉污糟血水滴落去污染熟食。第二大絕招，翻熱一定要極度徹底。第二日由雪櫃攞隔夜餸出嚟準備食，千祈唔好心急。好多人為慳時間，將飯盒擺入微波爐叮1分鐘，攞出嚟摸碗邊熱熱地，就急不及待爬落肚。呢個絕對係攞命搏。微波爐叮熱原理同明火唔同，好容易翻熱唔均匀，外邊辣手但中心點仲係冰鮮狀態。如果食物中心溫度唔夠熱，經過1晚休養生息嘅細菌根本未死，食落肚等於噴細菌炸彈。要確保徹底殺死所有病菌，最穩陣方法係將嘢食倒返落鑊或煲度，加少少水，開大火煮滾。見到水滾起泡，唔好即刻熄火，一定要確保成煲嘢完全沸騰翻滾，維持超過3分鐘。呢3分鐘持續高溫，先可以真正將隱藏食物深處嘅頑強病菌趕盡殺絕。如果迫不得已用微波爐，記得叮到一半，一定要攞出嚟用湯匙將飯餸徹底撈勻，凍嘅部分翻出嚟，熱嘅部分壓入去，再擺入去繼續叮，確保每一個角落由內到外熱到出煙，先算合格翻熱過程。健康從來唔係靠運氣，而係靠日常生活中每一個微小正確選擇累積出嚟。希望今日條片幫到你，記得俾個 like，訂閱頻道，撳埋旁邊個鐘指，下條片再見。